Siamo tutti riuniti nel tuo nome, vieni a noi, assistici. Scendi nei nostri cuori. And how we ought to pursue it. We are weak and sinful. Do not let us promote disorder. Do not let ignorance lead us down the wrong path, nor partiality influence our actions. Let us find in you our unity, so that we may journey 原来真眷你，无论你的囝儿、查某囝因伫什么所在，求你的圣神，互阮进入你的至圣所，伫祈祷中间来敬拜阮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神，请你陪伴阮，请你进入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因的心中。祝福每一个需要平安的人，伫今仔永暗，亲自对你领受平安。nous te le demandons à toi, qui agis en tout temps et en tout lieu, dans la communion du Père et du Fils pour les siècles des siècles. Amen.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至圣的圣神，听阮祈祷。
将咱的心来
来思想，领受圣神的帮助。伫听候的中间，咱咧听候什么？伫圣诞节节期，咱有什么期待？咱有什么脚步？主伫这个脚步救恩的日，愿安静坐伫你的圣殿。愿羡慕你的拯救，你的怜悯，你的扶持。主就是你家己降临的快乐。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我需要你。求你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让我进入光明的国度。耶和华阮的上帝，你是真爱、稳定的主。咱同齐用以赛亚第9章来做咱的祈祷。迄个目受痛苦的地，无搁再点伫黑暗。前上帝予沿海的路、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得到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的魔术，全能的上帝，永远治地的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担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阿们。
所对天讲。但是阮知，你踮伫阮的内面，
主耶稣，阮记伫前日每一个你的家己查某囝的厝内，主耶稣，你是我的恩望，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主耶稣，你就是我一生的依靠。主耶稣，求你予世间人认捌你。主求你，予这个世间认捌你，永远的听。主耶稣，开阮的目睭，予阮亲目睭看到你。主耶稣，开阮的目睭，予阮看见。主耶稣，予阮经历到你，点伫阮内面迄种的满足，迄种的欢喜。主耶稣充满阮，主耶稣充满伫阮的厝内，充满伫阮的心内。主耶稣，听阮的祈祷，切去阮的目屎，予阮看见。你为着阮所备办耶路撒冷的好处，主啊，帮助阮，至圣的上帝，感谢你，救赎救主耶稣，做阮的依靠。主，阮感谢阿罗尼，主，阮感谢阿罗尼。主耶稣，予阮看见你的降生。主耶稣，请你来，以马内利的主耶稣。请你甲阮三合伫地。Lighten our darkness, we beseech thee, O Lord, and by thy great mercy, defend us from all the perils. 去向恶危险，伫这个暗暝，通过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恩照阮的暗暝，阮恳求你，
主啊， by thy great mercy, 愿你极大的恩慈拯救阮， from all the perils and 除去凶恶甲危险。我的主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our Lord. Lighten our darkness, we beseech thee, O Lord. 耶稣你就是世间的光， Great mercy, 光若来，黑暗就离开。 圣神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就得平安自由。 Jesus Christ our Lord. Lighten 更了我命， we beseech thee, O Lord, and by thy great mercy, defend us from all the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Lighten our darkness, we beseech thee, O Lord, and by thy great mercy, defend us from all the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Lighten our darkness, we beseech thee, O Lord, and by thy great mercy, defend us from all the perils and dangers of this night.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节，安尼甲咱讲，上帝就是活命真光，伊就是活命的水泉，咱要伫伊的身上看见活命的真光。伫即个抬杠节，我要看见你所想事愿，愿望的真光。主伫抬杠节，阮来亲近你，求你听阮的祈祷，听我祈祷，主啊。主，阮要用你教阮的祈祷
来做阮的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灵亲就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互阮入伫去，就叫阮脱离咧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听你，愿恁平安。